今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嘅，如果你係一個準買家，喺個社區裏邊揾到間屋，環境啦、layout 啦、裝修各方面都比較滿意嘅，但係唯一一樣嘢咧，間屋嘅味道咧令到你好唔 comfortable， 係咩味道？例如好似係鹹魚雞粒炒飯嘅味啦，又或者係臭豆腐嘅味啦，又或者係間屋有唔同嘅香料嘅味道，令到你好不適嘅，你會唔會因為一樣嘢唔去落 offer 咧？如果會嘅，就喺下邊留言區寫會；如果唔會嘅，唔會影響嘅，你就寫唔會。我想睇下大家嘅反應。點解會今日問呢個問題咧？嗱，過去呢個星期咧，我就幫客戶咧賣咗3間嘅物業。咁啊，Jason，你個個禮拜都賣屋噶啦。咁呢3間有咩特別啊？嗱，呢3間咧個業主嘅背景咧，大家都好類似嘅。佢哋背景咧就係喺過去嗰年幾2年咧揾第二啲經紀賣極都賣唔到。OK， 而我去到間屋嗰陣時咧，發現咗一個嘅情況，一個共通嘅地方，就係間屋個味道好濃，唔同嘅味道。咁我去到業主嗰陣時，我就同呢3個業主講，我話過去呢段時間裏邊，各方面個 showing 啊，各方面有啲咩問題。而我觀察到咧，當中咧個屋企嘅空氣嘅質素咧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因素。嗱，其中一個業主咧，佢本身咧係有宗教信仰嘅。所以屋企咧，佢點好多嘅唔同嘅香料啊嘅香嘅味道，所以令到咧，OK 間屋嘅味道咧係非常之濃嘅。當我見業主做 presentation 嗰陣時咧，OK 我就發覺到一個係可能令到個買家點解冇 offer 嘅情況。而第二個業主咧，因為屋企咧佢有寵物嘅，所以入到去裏邊咧好大陣嘅寵物嘅味道。OK 咁啊，所以當中咧我就同呢3個業主講，我就如果喺今日嘅市場要賣屋咧，呢幾樣嘢我哋要去揾方法解決佢嘅。嗱，講翻幾年前個市好旺嗰陣時，無論間屋有味又好冇味又好，係咪都會賣到㗎啦？但喺今日個市場咧，OK， 我哋叫做 buyer market 買家嘅市場，我哋要令到買家咧喺咁多物業裏邊咧揀我哋 ，OK， 咁所以咧我哋要令到佢做得好啲。而當中咧 ，OK， 我哋做咗4樣嘢可以改變嘅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空氣嘅質素可以提高。第一樣嘢比較簡單啲嘅 ，OK， 就係打開晒啲門窗 ，OK， 將個air filter refill 咗佢，換咗佢，跟住就開咗佢，一路等佢吹，令到空氣自動流通。呢係其中一個方法 ，OK。通常如果呢個方法唔得咧，就可能考慮第二個方法咯。第二個方法我會建議客人做嘅咧，就係去 Canadian Tire 又好，去 IKEA 都好，買一啲叫做 tea candle 啊，即係細型嘅蠟燭仔，買啲冇味嘅。OK， 你可能買佢100粒，大約10蚊8蚊到啦。你就放喺個盤上邊 ，OK， 點4、5粒一個盤，每個地區點少少。但係呢個要好留意，好小心。如果係點蠟燭嗰陣時咧 ，make sure 你要喺屋企先至好做，唔好點做蠟燭就咁走咗去，因為好危險嘅。如果第2招都搞唔掂咧，或者諗下第3招。第3招咧，我自己會用嘅就係用雙氧水 hydrogen peroxide。OK， 尤其是如果啲客人係有寵物嘅。OK， 咁你當然可以去 PetSmart 買啲除味嘅嘢噴啦。而我通常會用咧就係 hydrogen peroxide， 因為咧雙氧水裏邊嗰個嘅化學成分咧，可以令到喺ammonia 嘅味道咧，大家係neutralize 咗佢，而令到佢消失咗，而唔係冚咗個味道。OK， 咁所以頭先第3個方法我會用嘅就係買啲嘅 hydrogen peroxide 倒個樽嗰度3%係咁樣噴。但係當然啦，你噴嗰陣時要戴住手罩、手套同埋戴眼罩，唔好令到彈咗入眼。OK， 整完之後要洗手。而第4樣嘢我會做嘅咧 ，OK，in case 頭嗰3樣嘢都搞唔掂啦，我就會做嘅就係攞部嘅 ozone machine，OK， 噴臭氧嘅 ，OK， 放喺屋企裏邊點着佢，run 佢大約2-3個鐘頭度，佢就會將空氣嘅味道咧eliminate咗減少咗噶啦。但係當做緊一個嘅情況嘅時候咧，要非常留意就係嗰幾個鐘頭裏邊，屋企係唔可以有人、唔可以有動物同唔可以有植物嘅。OK， 但係呢一個方法係會 work 嘅。嗱，因為如果大家睇到呢套片，即係我 fans 啦。如果你有一個需要係需要用呢個雙氧嘅 ozone 機去處理嘅咧，你可以留言俾我，又或者打俾我，我可以免費借俾你1個星期。OK， 你可以拎翻去試下，完全冇收費嘅。OK，in return 就係將來如果你有朋友需要買屋，隨時介紹俾我就得㗎啦。嗱，咁頭先講咗呢4樣嘢 ，OK， 就係可以令到空氣嘅質素提升。咁喺今時今日去買屋，空氣質素喺間屋裏邊咧，只係其中一個原因嘅啫。如果你更加想知道喺今日嘅市場點樣可以賣到好啲嘅物業，又或者點樣可以有一個更成功嘅機會可以攞到好價錢，
留言俾我，或者預約一個 one-on-one 嘅 consultation。OK， 咁喺以下連結咧有一條 link 嘅，無論你係想借個 Ozone 機啦，又或者 arrange 一個 one-on-one 嘅 consultation 啦，又或者想問下我一啲房地產嘅知識，可以隨時喺以下嘅連結 OK 登記，我就可以同你聯絡噶啦。OK， 咁如果大家喺地產上面有更多資料想留意嘅 OK 想問嘅，隨時通知我哋，又或者 follow 我以下嘅channel， 我哋保持聯絡。嚟緊咧，我會再講下一啲喺市場上面有啲咩留意嘅地方嘅。OK， 我係 Jason You。OK， 我哋保持聯絡，遲啲見，拜拜。